當你個 prompt 超過500字，點樣寫先唔會令 AI 搞亂呢？其實大型 prompt 有個黃金結構，分做4層嚟寫就最清楚。第一層係背景資訊，話俾 AI 知成個專案嘅來龍去脈。第二層就係具體目標，講明今次任務到底要做到啲咩。第三層呢，就係技術規格同限制，例如字數或者係特定嘅要求。第四層就係預期輸出格式，要表格定係文章寫清楚晒。記住每一層之間要用 Markdown 標題分隔開，層次分明。最關鍵係最重要嘅指令一定要放喺開頭同埋結尾，因為 AI 對頭尾嘅注意力係最高㗎。中間就用嚟放細節，中間部分擺放詳細嘅規格，等 AI 慢慢去消化同處理。仲有用數字編號好過點列式，之後叫佢修改就精準好多。組織大型 prompt 嘅能力，直接決定你做專案嘅最終品質。